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7日，诗篇147篇50安尼讲：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，将歹人降低到涂骹。三甲来祈祷，扶持谦卑的人，降低歹人到涂骹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圣、至大、至尊的全能上帝。你的听是安尼的长、宽、悬、深，超过阮所通想象的。主啊！你用极大甲丰盛的恩典来赏赐阮，互阮通伫生活中会逐时逐刻来得到对你来的无尽快乐。主啊，当阮软弱的时，你互阮来刚强。当阮失迷的时，你指引阮方向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应允永无落空，你的作为奇妙伟大。你的慈爱永无离开阮，主啊！因为阮知你听阮，你要扶持谦卑的人，也要将歹人降低到涂骹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